乡亲啊，继续来看像这种的刀马食物，最近这几冬来真受到市场的欢迎。台南贵人七甲花卉产销班用这种刀马食物来做丝巾，让行业有更较大发挥的空间。因为防疫关系，真侪人无遐接出门，伫厝种食物，除了新鲜变甲真热门。伫台南贵人的七甲花卉产销班，就结合仙人掌做创意的丝巾，真特别。仙人掌啊，或者是虎尾兰啊，这种叶子厚厚的、枝干厚厚的植物啊，多肉植物啊，如果它是扁平的我们可以拿来自己 DIY 做一个小小的时钟。做这款的丝巾，卖使搁发挥创意，可以搁较有特色。你的时针分针的颜色不好你也可以自己用喷漆或者是用颜料再给它染色。透过产销班的创意，好整狗肉食物的过程变甲搁较趣味，贸易防疫伫厝内生活，加添未少风采。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